家長同小朋友進行親子伴讀嘅時候，要留意3個要點：接觸、語氣、眼神。首先係接觸，當你同小朋友講故事嘅時候，你可以攬住小朋友，而且喺適當嘅時候就拍佢頭仔啦，或者係手仔啊，增加親密嘅互動。第二就係語氣啦。假如家長想講故事嘅時候有一把溫柔嘅聲音，你只要笑住嚟講就得㗎啦。有陣時仲可以同小朋友一齊扮演唔同嘅動物或者係聲音，增加互動，增加樂趣。最後就係眼神。幼兒喺聽到或者睇到有趣嘅地方嘅時候，佢哋都會望下爸爸媽媽嘅。而爸爸媽媽呢個時候就唔好掛住喺度讀書啦，記得要俾翻一個肯定嘅眼神佢哋，等小朋友可以更加投入喺故事入邊。